第八今天到底喝个药，再不喝药不来比牙水在。伊拉带菜市去了，我来叫个出租车就在那边。子老太看见得嘞，这还不出来才风凉点啊！谁是一定要客气，我趟来跟着还只有谁说讲？哎来，啊，偏不下来，伊拉眼他这阿拉看还不就阿拉看我哈？就看外面，还不两套不在的，不是人在说的，说去看不看的？死吧爱了。不会造谣的。那不会说我讲，那把式说个嘞，棒嘞，走，进去，随便上次谁头一道开的，还不到那来，没人会得到那来的，啊是个。那紧张个讲，我看你现在还不讲，头一道到那手自动电机，啊是个，也困着着，哎呦，眼也闭下来着，都要讲个也不来吃米粉奶粉，也不来吃哪不来吃，什么烧到了也死，还不得来嘛，那个是飞毛国产奶粉，再便宜还不敢吃，一个不吃大头娃娃，哎拿个2罐啊，哎不来这么随便，那也花特地同地罐，为什么这个奶粉要到化妆品柜台来结账啊？啊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500多块那2桶奶粉，一块半值几，乖，我是随年生产的嘞。他们狡猾是蛮狡猾的，新鲜的日期放在后面。可想而知，那个地方个生意。哦，睡觉要睡觉了。来，你妈这个拜拜走起的啊！你看我想个办法救害啊！人家当时就困了笼子。你记我开着讲。他的家插在那里面去的。还在翻起来，继续说来一个啥呢？哎呦，阿不给你玩玩具了，昂了响呢。觉得拜开，还不才肯个啊！这你我他肚子不接大有良心哇哈！哟，阿玉静啊，我的自家下去个呢，人生第一次哇！哎，我也是不到那来，你为了来铺就个死头浪向，大眼瞪死一眼，我他那跟在上臂收最妹子，侧臂动高兴啊！每个工地园林起码逛100遍，第一个谁是忙死哟！没得4个把你身子吃，我他那肚子还有良心啊！还有个，哎呦。500，而且人家发现，一打跑那个绝大多数侪是年纪大的。现在我不是到你2万块一袋菜是好的，照人家一袋来跑来讲，那个谁是时代的变迁，不进则退。哎呀，也是111块7公抽他，这个棉制品上来他一个，我他跟俺不出来，那个一再送3也好哎。